柳营火车站暂经优化改善工程完工。今仔日上午，伫台南市长黄伟綽以及多位民代贵宾的见证之下，正式启用。启用！哇，我们有我的那个站前候车亭正式启用。柳营区周边有工业区、病院，还有一寡机关学校，来往火车站的人袂少。交通局开了2688万，以在地地景柳营场田当中红蜻蜓的翅膀为发想。设计出具有现代感的风雨廊道，并得到2022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规划设计类金质奖，相信这将成为地方的新地标。往日由于下了火车之后通常要走一段路，那这个中间有没有任何的遮蔽？那所以说我碰到天候不好或下雨天的时候，往往大家都苦不堪言。这中间大概要走500公尺那所以说，我们不但把这个火车站周边的环境优化，也让民众通勤的这个路线更便利化。除了行人的路线，周边的转乘环境也大大改善。交通局直接将公车亭设置在车站内，周边更增加机车、汽车的停车位，满足在地民众的需求。透过这个环境的整理。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公车的回转的一个广场，以及公车的停靠区。那我想方便我们市民朋友从柳营火车站出来之后，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来转乘公车。那这里我们有黄干线、还有黄3、黄5的这个公车来停靠。另外是我们也把柳营奇美医院的接驳车也一并拉到这个广场来，所以这个广场可以有2席的大客车停车位。交通局指出，柳营站前转型优化虽然是小工程，但不过主要爱护民众有一个便利舒适的交通环境，同时配合台南市推出的交通月票，提醒民众利用公共运输工具的意愿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